有人類以嚟就有音樂同埋舞蹈，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嗰啲應該係野人或者啲穴居人佢哋嘅音樂同埋舞蹈，不外乎就係打鼓同埋哇喺個火堆度跳。舞蹈發展到今時今日，其實好多唔同嘅種類，當然有古典嘅，亦都有現代。但係其中有一樣嘢發展到今日，我覺得喺香港竟然真係仲有人跳嘅，我都覺得幾意外。點解呢？其實佢係現代舞嚟嘅，只不過門路好窄，但係好好睇。踢踏舞 Ken 其實踢踏舞係當然係現代舞啦，我會封佢為。但係佢最主要嘅就係好窄。但係香港其實仲有人跳，我覺得。我香港揾唔到食嘅咧，就應該會消滅晒㗎啦嘛，自然嘅會轉型㗎嘛。點解會仲有踢踏舞？你仲喺度跳緊嘅咧？就係因為冇人跳，所以先要更加要跳咯。希望，因為以前喺學校讀咗呢一科，即係有踢踏舞學，咁畢咗業之後，咁覺得唔想即係學咗嘅嘢冇咗啦。咁想就同其他同學仔一齊去 keep 住一路去跳踢踏舞咯。咁又係，因為你喺應該係樂學院畢業啦，你當年你係讀 musical 啦，咁其實你話過俾我聽，其實好多唔同嘅舞蹈，你哋都要上一個基本嘅啦。譬如話芭蕾舞係古典啦，有現代嘅舞啦，當然亦都有啲 jazz dancing 啦，話而家 hip hop 又有，咁踢踏係其中一樣啫。咁個問題係咪就係因為嗱芭蕾舞係永恆嘅，現代舞好多都已係好受歡迎喺而家呢個潮流上邊，就係唯獨是踢踏點解就係？個命運咁坎坷咧？我諗可能比較難學啦，可能踢踏舞。難學㗎？我以為芭蕾舞最難添。芭蕾舞都難，但係我覺得可能芭蕾舞靚啊，可能啲人見到，可能小朋友會啲家長中意佢哋學下，可能嗰啲企嘅姿勢會企得靚啲啊。posture 係啊，咁其實踢踏舞就可能一嚟你要買對鞋啦，二嚟我覺得易學難精咯。初頭學可能好易上手，但係可能去到某個階段你要突破嗰位就真係要花一段時間去練習咯。係啊。你話買對鞋，我印象中好多舞蹈佢最基本嘅當然一定係同個鞋有關。就算你芭蕾舞由細路女開始跳，佢嗰個消耗量都好大㗎嘛。咁我之前訪問過一啲跳國標嘅，國標嘅人都同我講話係啊，對鞋好快又要爛，即係着唔上下又要換得對㗎咁。咁佢又話俾我聽，其實就唔算真係好貴。咁如果係咁計，踢踏舞嗱大家都知踢踏舞咧。有鞋踭，又要鞋頭，都要鑲咗啲金屬嘅片，係啦，令到佢產生嗰個節奏個聲音同埋嗰個係啦，鐵踏就靠佢。咁嗰對鞋梗係特做㗎啦，呢啲鞋係有幾貴啊要？其實一般初學嚟講，其實你唔係太貴嘅，500零600蚊啦。咁唔算貴啊。係啊。入門好 OK 喎。入門 OK 啊，但係當你當你跳嘅話，上去咁點？係啊，有啲人想買啲好啲，咁就嗰啲就真係貴啲咯。嗰啲可能為到如果你喺美國買就可能平少少，咁可能都要2、3千蚊。係啊，如果你再好啲，去到日本去即係人手做去加工嗰啲，即係去到5000幾6千蚊。唉，阿 Ken，你太唔掌握香港人嘅行情啦！一個細路仔對波鞋鞋，你都1000幾2000蚊對，什麼別注版、特別版嚇，唔知咩 crossover 版，3、5千有幾閒啊！如果你買一對波鞋，仲要係一個好短時間嘅潮流性嘅嘢嘅玩物，同一句你係專業嘅一個表演使用嘅一個我成日話嗰啲叫做叫咩咧？專業用品咧。咁其實計起嚟價格真唔係真係算貴。係啊，但係可能啲年輕人想買佢自己心目中嗰啲別注版啊嘛，就未必會擺啲時間去買對鞋去練習啦。如果你頭先所講跳踢踏舞係易學難精，佢易學喺邊度咧？可能你初頭啲小朋友，尤其小朋友啦，佢哋着嗰對鞋之後就會覺得好得意啊，因為會發到聲啊，咁會去學，同埋小朋友學會易啲啦。大人學其實都唔難嘅，因為學踢踏舞唔使拉筋先，我覺得，即係唔使話好大嘅動作。咁其實初度主力你都係啊腳咯，咁嘅啫嘛。個動作比較細微啲啦，冇話跳芭蕾舞啊、現代舞、爵士舞、hip hop 嗰啲要咁大動作。咁其實初頭學嗰時會容易少少嘅，可能你起碼唔使話咁辛苦，要做一啲好大動作。即係佢容易有一種叫做滿足感、成就感。因為如果芭蕾舞嗰啲，你隻腳趾唔夠直，跳得唔夠高。嗰啲轉唔夠密唔夠大嘅時候，你嗰個成就感唔強啊嘛。即係呢個容易掌握嘅。係啊，但係去到後期你要就難精啦。我而家就想問難精嗰部分啦。譬如你腳嗰度要，可能你見到我跳起落地
會發出好多下聲咁樣。係啊咁譬如你想學呢啲，就要真係要花一個功夫去練習，即係特別嘅技巧咯。呢個係係嗰啲好多人都想學嗰陣時，就其實你就要花嘅時間咯，要攬過呢一級咯。就呢個就係一個難度咯。即係佢打機一樣啫，你梗係一關一關過㗎啦。其實我最有興趣知道一樣嘢就係，譬如話一般我哋對節拍嘅感覺就係跳舞都邊個跟節拍，音樂嗰個節拍，即係睇佢幾快幾慢啦嚇。但係我覺得最奇嘅就係跳踢踏舞嘅人咧，永遠都係喺一個嘅入邊已經有，其實就已經多幾下㗎啦嘛。咁其實嗰個點掌握㗎？嗰個我覺得係要一嚟要聽多啲音樂啦，我覺得聽音樂係好重要咯，同埋練習咯，因為其實我哋隻腳等於係好似敲擊樂咁樣咯，鼓咁啫嘛。其實冇音樂都可以跳到嘅，但係就要難在係點樣 keep 翻嗰個4拍4拍 4/4嘅節拍性咯，係啊，即係好似打鼓咁啫嘛。其實你彈鋼琴咁個鼓都要喺個佢個1、2、3、4嗰度喺上面打唔同嘢，佢唔會打鼓唔會齋咁1、2㗎嘛，佢會不停咁腳又有手又有，喐曬咁多，係啊，咁其實 tap 都係咯，我哋只不過用2隻腳去打個節奏咯，咁呢個係要我覺得練習同埋聽音樂咯，我覺得呢個我自己都喺度仲喺度學習緊其實。嚇！你都仲喺度學習緊？係，其實都難嘅。即係呢啲都係終身學習㗎啦。係啊。凡係藝術嘅嘢，冇話學完師啦咁，學完師嗰個感覺，只不過可能你喺演藝學院畢業有張證書啫。咁但係不斷都可以有進修。有更多唔同嘅新嘅嘢出現㗎嘛。咁其實喺香港呢個整體嗰個舞蹈嗰個界別入邊咧，其實呢個係算唔算已經係相對最冷門嘅一行？因為我哋經常見到好多唔同嘅舞蹈表演嘅，即係單獨係舞蹈表演啦，musical 就比較少啲啦。其實單獨舞蹈表演最常見都依然係芭蕾舞㗎嘛，即係古典係唔知點解好勁喎，咁多年都係佢嘅。一係就其他嘅，可能就係一啲譬如現代一啲，譬如我舉個例當雲門舞集呢一類型咁樣嘅，咁佢喺個古典同埋現代之間攞咗個平衡。咁相對我真係印象中，好似冇乜獨立地有一個叫做踢踏舞嘅喎。咁你相對喺呢個 theatre 界裏面係真係少啲嘅。但係你話，我覺得其實有好多，因為可能現代舞同埋芭蕾舞係真係好多人去有演出啊，去跳啊，所以感覺上會覺得踢踏舞或者其他譬如拉丁舞或者 flamenco 嗰啲會覺得好似少啲，但係其實都有一定數量嘅，但係就比起芭蕾舞同現代舞嚟講，就真係差嗰個距離真係差好遠嘅。會唔會係我成日話有啲嘢點解可以流行咁耐？即係莎士比亞嘅著作幾百年前到而家仲係好流行嘅，即係舉個例，咁就係因為佢嗰個所謂嘅價值仲可以大家容易識得欣賞、識得睇得明白啊，即係嗰個普世價值喺度嘅。咁係咪難明白踢踏舞咧？難唔難？你認為？我覺得要睇下點樣去表達出嚟咯。初頭如果我哋自己搞啲演出，可能有啲人會比較難明白嘅，可能淨係睇到你隻腳好快，會覺得哇好快，好難啊啲技巧。但係可能我哋用音樂上，可能要用翻啲合適翻香港人嗰啲咯。即係我自己中意跳嗰啲，永遠都唔啱香港人聽嘅。因為咧學習方面，我覺得學 jazz 嗰啲音樂咧，永遠都會對我個音樂，即係跳踢踏舞嗰個進步會好啲咯。但係其實可能喺我啲朋友啊，即係唔係跳踢踏舞嘅，佢都話點解你唔揀啲流行曲啊，或者啲人會熟悉啲嘅歌去跳咧？咁得唔得㗎？得，其實一樣。其實我哋都有㗎。其實我哋只不過譬如我自己搞 show，我自己想即係自娛啦，即係想自己做一啲想自己想做嘅節目。咁我有時真係會揀一啲自己真係中意嘅歌咯。但係可能人哋觀眾未必會真係中意。但係可能有時我可能去做一啲比較推廣踢踏舞嘅，我去學校或者去啲商場做，或者去街 show 度做 show，我都會揀一啲比較流行歌咯。即係舉個例，今年當好流行那誰咁，即係播隻那誰咁都可以跳一輯，可以跳翻踢踢踏舞。其實音樂播隻那些年都得。都得，其實咩都得㗎。其實咩都得。其實冇音樂都得嘅，我發現。冇音樂都得，因為其實都等於敲擊樂啫嘛。因為你自己係製造緊音樂㗎嘛。係咯。嗱，我問一個相對係比較幼稚嘅問題啦。其實最快喺個速度上邊，
你一個舞步咧，我唔知點樣計啦。一個舞步你可以撻到幾下㗎？最高紀錄可以撻到幾下？之前有歷史以嚟係有人問過可以幾分，其實冇特登去計，我冇特登去計過嘅。咁我話如果你1秒嘅話，我話最少都有8下聲咯。1秒入面至少可以8下。最少一定有8下咯。其實可以再多啲，12都有。但係你嘅8下其實一定要前同後。你哋嗰個節奏計算係前後咁樣計㗎嘛？係啦，即係總之你有1下聲就當1下聲咁樣計，係咯。只不過我用唔同嘅部分，可能即係成個腳底係啊，你可以用4。即係可能我就咁隻腳就咁踏落地下，其實就已經3下聲咁樣。啊，咁都3下？係咁樣，我咁放地就3下。真定假啊？你試下。咁跟住咁樣。哦，卜卜卜。咁啊3下。就已經3下啦。哦，咁即係8下就至少㗎啦。8下就另外一個動作咯。啊，有另一個動作，又可以變8下。係啊。點即係譬如我一隻腳咁樣4下咯，1、2、3、4。咁我加埋嗰隻就8下咯。哦，係喎，你2隻腳。係啊。係啊。哦，咁呢個1秒其實好短嘅啫嘛，喺我哋嗰個印象入邊。但係我哋就會練習咁，其實呢啲動作可以做到好快嘅。嗯。係啊，即係好似跑步咁啫嘛，你練習得多，你都跑得快啲啦。啱嘅，喺一個運動嘅世界，1秒已經是無限嘅啦。你點樣突破人哋嗰1秒嘅成績，攞到個冠軍，就係個1秒或者0.01秒入邊。哇！咁即係其實嗰個快速係我哋，因為用我哋跳，我哋唔識跳啊嘛，其實就好難即係真正感受到。但係如果用頭先你嗰個節拍俾到我哋嘅顯示，即係話都相當之快。係啦，咁其實你。呢個就好難計算啦。咁我見你哋有轉圈咁啊，其實都係啦。咁嗰個轉圈其實又係咪有一種時間嘅令到你哋要跟住㗎？即係節拍上嘅跟定係咩？有一個動作，有個拍子咁樣去做咯。係一定有嘅，即係譬如唔會亂咁就咁轉嘅，唔會即係會跟翻個節奏去，即係有特定嘅。即係我學嗰陣時，我第一次學啲轉圈嘅 step 係有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句子咁樣學，係咁樣就咁樣嘅。係啊，咁之後你學咗之後，你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即係 variation 咁樣去加入去，自己加多少少嘅 step 咁樣咯。係啦。哇！係咪好想即刻同阿 Ken 一樣換翻對鞋，tita 表演一下咧？其實冇得表演住，我哋先學習一下，翻嚟繼續學習。其實即係如果用我哋一般對踢踏舞門外漢嘅人個角度，咁其實踢踏舞最基本嘅舞步有幾多款嘅咋？即係踢踏。如果我一開始教嘅，其實我教最簡單係點樣控制個，因為有2塊鐵片啊嘛，前後係點樣控制前同後去落地咯。其實前同後都有幾種唔同嘅，即係有幾種唔同嘅方法去落地咯。即係有啲人會撈亂嘅，其實，即係譬如我就咁踏一下，一下聲啦，但係亦都可以隻腳離地就咁打一下，都係用前面嗰塊 tap 去發聲噶嘛。但係個聲係唔一樣咯。係腳踭都係，其實我就咁腳踭一下，或者我咁樣，其實都唔一樣。有唔同聲。係啊，咁呢啲都係一開始我嗰時要話俾佢聽有咁樣嘅做法嘅。即係唔係話我腳踭淨係咁樣嘅啫，有得可以拎起腳咁樣哼落地下。因為喺我自己心目中咧，呢個叫踢踏舞同呢個叫做芭蕾舞咧，有一個好共通嘅地方就係佢哋2隻腳永遠都唔會係掂地嘅，唔可能同時掂住個地咁滯㗎。
即係嗱，嗰個係不斷喺度飛騰，不斷地違反地心吸力向上跳、向上跳，或者彈咁樣喺度。咁你哋隻腳其實冇同時兩隻腳係可以喺即係你僅有一忽凌空啊！你僅有一忽凌空嘅佢哋就跳高咯，我哋好似踩釘咁咯。係啦，你哋好似哇好辣隻腳啊，好似喺火堆入邊跳緊舞咁，我成日覺得你哋。其實不斷都令到自己喺嗰個踩緊呢個火石跳舞咧，其實嗰個重心嗰個轉移咪好複雜啊？會唔會㗎？呢個亦都係學踢踏舞最難嘅地方，即係點樣個重心轉移呢個係其中一樣最難嘅嘢咯。因為有時我哋可能初頭學會教啲容易啲，即係可能你右腳落完地做左腳，但係可能你後期再難啲嗰陣時，可能真係會個重心我踩完右腳，但係我都會用翻右腳去再做一啲動作咯。咁就其實嗰個重心轉移嗰個就需要啲時間去協調咯。如果重心轉移得好嘅話，嗰啲人會學得快啲嘅。嗰啲叫做天賦啦，我認為嗱，因為我用我嘅理解能力去諗先啦。嗱，兩隻腳咁即係話我哋可以腳尖，咁呢個又要腳踭，又要腳尖，又要腳踭。與此同時，我頭先見到你一啲動作咧，就好似凌空嘅，咁啊佢係拖行嘅喎，仲要咁拖行，你跟住又要繼續唔知腳尖定腳踭，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咪就係嗰個你嗰個重心嘅前啦、後啦、左啦、右啦，所有嘢就喺度用緊咯。咁即係永遠都係凌空咯，咪就話哇你好似一個哇好辣啊個地下咁樣，所以呢個係咪就係如果睇難度呢個就係最難嘅嗰部分啊？如果你動作上可以講呢個係其中一個難嘅動作啦，其中一個啦，其實有好多都好難㗎，係啊，有啲都我都仲喺度練緊，要練習咯，真係。即係我哋睇唔明嘅難咯，嗰啲就可能。唔係，其實有啲好難，有啲可能你睇咗你完全唔覺得咩一回事，你可能你覺得話咦？冇嘢啊！佢好難呢個動作，你唔知嘅。但係其實係有難度嘅，即係可能有某啲動作你會望落話哇好難，咁嗰啲真係難嘅。係，即係頭先我講呢個就真係難啦。係啦，嗰個跳係我哋叫 wing。係啦，咁有啲其實難嘅，但係可能你哋即係有啲冇學過嘅，咁佢哋唔知啊嘛，唔知原來咁難。即係好似我以前我學跳舞咁，好多人會覺得跳芭蕾舞會見到有啲人跳到好難，我哋轉好多個圈，佢哋都會覺得冇乜嘢冇乜特別，可能你反而攞一個一字馬，啲人會拍晒手掌。其實轉圈先難啦，你保持唔頭暈喎，不斷轉去繼續定咗之後，佢繼續喺度跳㗎嘛。但係有啲人唔知㗎嘛，唔知原來個難度係咁難，覺得可能一字馬係最難嘅，覺得個心目中係一字馬係好難嘅，因為自己做唔到啊嘛。個柔韌性啫，個大腿嗰個。因為有啲人天生都鬆啊嘛。咁可能跳踢踏舞咁，有時有啲人佢哋唔知原來個動作係咁難嘅。咁其實我哋做咗，可能佢哋唔知嘅。但係其實可能事後我講其實有個動作去再難啲，其實嗰個比較難做咁樣。其實喺香港，你一年可以有幾多次表演到嘅？其實自己製造俾自己。自己製。如果喺theatre show 嚟講，都2次啦，2個 show 啦。係。最少都有2次。就係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每年搞。其中一個係啦，即係自己香港嘅。咁有一個係我哋自己團同。會叫埋啲外國嘅 tapper 嚟做一個踢踏節啦，咁會有啲 workshop 啊，會請嗰啲外來嘅 tapper 嚟教課，等啲香港想學 tap 嘅人可以接觸多啲外地嚟嘅踢踏舞啦。咁同埋會有演出咁樣咯。嗱，以你所知咧，香港大概有幾多個？即係好似你呢挺嘅，真係好熱心，依然仲好熱衷跳，好樂意繼續做表演。幾多個人啊？即係有幾多個？20個有冇啊？未必有真係，即係10個內啫我諗。10個內添。即係10個內，我哋自己
團，即係我哋叫做係我自己個團叫做係最活躍嘅其中一個，其實即係最活躍。我諗我哋都係得五六個人咧，係因為其他人都中意跳嘅，都係跳得好嘅。但係因為無奈，因為都要揾食，可能其他都要去其他即係我比較專注喺跳 tap 啫，但係其他有啲識跳 tap 之餘，佢仲會去跳其他舞或者去做其他工作嘅，咁佢哋就未必會相對嚟講就少啲可能跳踢踏舞咯。但係只不過我就可能我依家就唔跳其他舞啦，我即係好多人揾我可能跳其他爵士舞啊或者其他舞嗰啲，我未必會跳啦，因為我都話我少跳咗好多啦，咁我比較專注喺踢踏舞咯。嗱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我哋有諗啦，去學跳踢踏舞，咁你話齋有對鞋啦，你自己對音樂感有啲節拍嘅感覺啦咁。唯一另外一個嘢，喂，爭個道具，因為每次睇踢踏舞咧，你一定好似有一個木嘅地板，你先可以製造到嗰個聲音出嚟啊嘛。咁唔係一般人，有啲人屋企鋪地氈喎，如果我想喺屋企練下，咁點算？有啲學生話成日想練，咁我會叫佢自己去啲五金鋪買一啲即係細細地嘅木板仔，咁都可以練習咯。即係鋪塊木板喺自己屋企。如果想唔嘈到人，就我覺得好似有地氈喺個地氈底，再鋪，咁起碼唔會太大聲啦。即係大聲得嚟唔會震到落樓下咯。唔止啊，唔好刮花阿媽地板啊！係咯，阿媽會鬧嗰啲有木地板。但其實我熟咗，即係我自己練習我就冇，我屋企就咁着拖鞋都照練。嚇！着拖鞋都練啊！我哋所有識跳之後都係。係啊！我以前演出都試過着拖鞋跳啊！即係其實鞋係即係當然係即係最原始話原本話踢踏舞話要有對踢踏舞鞋啦。係啊。咁其實當你想，其實你着高踭鞋都得㗎。女仔有高踭鞋嘅踢踏舞鞋㗎。我拗柴咧，如果我着呢對鞋跳踢踏舞。當然着 high heel 跳會有一個難度啦。係啦，一定會。係啊，咁着波鞋、着拖鞋其實都跳到嘅。即係你哋即係見山是山㗎啦，都已經去。即係其實你知道個動作點做啫嘛，即係等於你識彈鋼琴嘅人，佢就算冇個鋼琴喺度，佢自己都喺隻手或者隻手喺張台度，自己都會喺度撳喺度彈一樣，其實知咯，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即係所謂嘅練指法，或者有步法啫。腳法係咯，個腳法或者步法。只不過個聲冇咁大聲咯，但係我知道自己練緊啲咩咯。以為嗰個聲音係一種推動力，係驅使你更加想，因為佢個噼哩啪啦噼哩啪啦係有一種令人好愉快、好振奮嘅感覺㗎嘛。係啊，會嘅。有時我會譬如我去上堂或者有時請啲外國嚟嘅上堂，會見到佢哋教一啲嘢，會令到自己會想去更加努力去嗰排會好努力咁去練習咯。係啊。咁另外啦，嗱，既然香港你話真係數埋都唔會多過10個人啦，有興趣喺度學緊跳踢踏舞嘅人又有幾多咧？我冇特登計過，其實踢踏舞班多嘅，都有咁以我所知都有好多 studio 都有嘅，或者啲舞蹈學校都有嘅。但係你話幾多我冇特登計過，我諗100個內一定有嘅，都係100個咯。係啊，因為香港始終細。我正想問呢個問題，既然嗱真係喺度搞緊嘅又唔係多，真係學緊嘅亦都唔見得係多嚇，100真係好細嘅數嚟嘅。我真係想問，喂，咁其實踢踏舞喺香港好難揾食㗎喎。咁你點揾食啊？唔係，其實都我冇特登咁諗過話會唔會話即係踢踏舞揾唔揾到食啦。其實我自己本身除咗教踢踏舞，有教爵士舞嘅，係啊，教呢2種舞蹈啦。係啦。咁其實踢踏舞係即係少過我教 jazz 嗰啲班嘅。咁其實我覺得，但係 keep 住都有新同學想去學嘅。咁希望喺嗰個新嘅學生裏面會有一啲，因為我10個裏面可能有1個會繼續 keep 住落去，咁其實都係會希望會留到嗰啲學生，會一路去學落去，會 keep 住儲到一班人咯。OK， 好啊，抽樣調查喺你教嘅學生入邊，如果當爵士舞同踢踏舞比例。